西裝報道，信和指高級夜公粉，網民怒轟老闆食人血饅頭。旺角信和中心不嬲都係買賣動漫同舊書嘅尋寶勝地，但係最近呢度一間屹立多年嘅老字號至高級 club 就掀起咗一場滿城風雨嘅網絡風波，老闆張瑞新更成為無數網民圍攻嘅眾矢之的。有大批網民向我哋東張群起投訴，直指呢位張老闆根據終極黃藍地圖以及和理查等黃色經濟圈資訊平台的資料，位於旺角信和中心的至高級及 G 高級盒被標記為黃店。張瑞新由2019年開始就不停喺網上同私底下標榜自己係黃絲，仲屢次散播強烈嘅反中政治言論。唔少街坊同擁躉以為佢同氣連枝，出於支持同路人嘅心態，特登走去幫襯，用真金白銀去懲罰佢，錢張老闆就賺咗喇。但係當網民將佢間鋪列入黃店名單，甚至有人親口問到間鋪嘅政治立場時，張老闆竟然180度大轉變，極力否認自己間鋪係黃店。個人就猛講政治大道理，間鋪就急急腳同政治割席，網民鬧爆。呢啲行為簡直係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唔少舊客覺得深受欺騙，直斥佢食兩家茶飯。有網民話：你平時講到自己幾有骨氣，我哋咪撐你咯，點知你光環就攞盡，風險就唔想孭，呢啲咪係徹頭徹尾嘅食人血饅頭咯，真係聽到都覺得火滾。為咗解開呢個政治羅生門，我哋攝製隊直接踩上信和中心，直擊張老闆。張生，網上好多人話你19年以嚟係咁講反中言論，但又唔認自己係黃店，話你食人血饅頭，呃支持者錢，你有咩回應啊？張生面對鏡頭，張老闆選擇避而不答，急步退縮。其實打開門做生意，無論你係咩政治立場，和氣生財本身無可厚非。但如果真係利用當時嘅社會氣氛，消費顧客嘅同情心同理念去圖利，被揭穿之後又唔敢承擔，最終流失嘅只會係一班由細幫襯到大嘅熟客。公道自在人心，張老闆嘅算盤到底打唔打得響？相信廣大消費者對眼係雪亮嘅。